台东关护工渔港东边的爆花，之前我要互风台扫拍，受理好势，伫7当前又搁因为风台嘛，搁再受到损害。县政府最近要发包工程，也毋过煞一直流标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那这个月会当顺利重新来招标，按说明年的3月就会当动工咯。 每年风台期间大兴，长期台东护工渔港东边爆花为105年就受损，一直咧进行修复。各村港厝以及后爆花也无修好。今年风台过后，有了去发现爆花搁崩塌。可能是水爬起来造成的爬上低，然后30公分吧。 县府表示，护工渔港受损的以及后爆花7年前就要搁重启，也做好电箱基座，不过因为水下时间拄到技术性的问题，原厂商无法度做。县府决定发包，甲即马拢找无适合厂商来施工。不过县府表示，这个月已经中启标限，先用即马的预算2亿外来发包，邀厂商有意愿来投标。若是顺利，明年3月就应陆续放电箱基座，就应开始施工。 10月开始，我们已经重新再起标案，甚至重新进行设计跟建造的工作。那预计在年底之前，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工程标案，去发包。县府表示，即马东北季风正强，不过护工港厝爆花，目前未有离棚倒去阻挡航道的情形。不过呼吁民众也是暂时莫去，避免发生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